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司政洛萨桑格祝贺新任德里首席部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倡导西藏问题；驻北美代表欧洲次人呼吁加拿大政界加强对西藏人权及民主自由的支持。印度曼尼普尔国际大学与达兰萨拉藏医院签署备忘录。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在加拿大出席国际教师教育印度模块10周年庆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印度平民党于近日在德里议会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得议会70个席位中的63个席位。该党主席阿文德·凯杰里尔将出任德里首席部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相续致函，祝贺阿文德·凯杰里瓦尔赢得大选。达赖喇嘛尊者于2月11号在写给德里首席部长阿文德里的贺函信中，赞扬了德里政府自2018年以来将幸福课程纳入公立学校的举措。尊者在贺函中写道：通过这些举措，您和您的政府正在向印度其他地区展示一条可行的道路和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认为印度是唯一一个能够成功地将古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结合起来，并确保人们知道如何实现持久的心灵平静之国家。我从年轻的印度人那里获得了关于探索这一机会的积极回应，这是希望和鼓励的象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也致函祝贺印度平民党在德里议会选举中取得的全面胜利。司政在贺函中表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祝贺您和您的政党在德里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功。这场胜利反映了德里人民对您的领导和对贵党的信任。借此机会，我感谢德里政府一直以来对流亡藏人，特别是对德里郊区桑叶林藏人定居点藏人民众的支持和援助。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易西平措也代表西藏人民议会祝贺阿文德和平民党在德里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并连续第3次当选为德里首席部长。副议长在致给阿文德的信函中写道：您和您的政党对西藏自由事业给予了坚定的支持，而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也多次得到与您会晤的机会，对此我深表感谢。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也于本周三2月12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晤多名美国各界政要。在2月12号抵达美国当天，司政洛萨桑格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塞缪尔·布良贝克先生。随后，司政洛萨桑格在国会众议院会见议长佩洛西女士。司政感谢议长佩洛西女士支持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以及在众议院的讲话中提及司政洛萨桑格。当天，司政洛萨桑格和随行的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还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吉姆·克莱伯恩先生和民主党参议员跑博·凯西先生。司政同样感谢议员吉姆·凯莱恩为主的国会议员在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与会的参议员跑博·凯西先生向司政洛萨桑格承诺，他将同其他参议员们共同努力，使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尽快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晚些时候，司政洛萨桑格还与美国南亚和中亚事务委员会代表助理秘书爱丽丝·威尔斯女士进行了会晤，并就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局势，包括尼泊尔藏人难民的艰难处境进行了讨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于上周三2月5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呼吁加拿大议员、智囊团和外交人员支持和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民主自由之状况。
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代表欧洲次人同加拿大主要政党的25名议员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各党派议员纷纷表示，他们将致力于反对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的歧视性政策，并强调将会通过各种程序促成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与中国政府尽早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另外，印度曼尼普尔国际大学与达兰萨拉藏医院于本周三2月1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曼尼普尔国际大学在该邦首府因帕尔市免费向藏医院索瓦日巴研究中心提供建筑用地签署备忘录。根据备忘录，曼尼普尔国际大学承诺为该项目提供全部资金。此外，还免费提供2500英亩土地用于建设索瓦日巴研究中心。而作为交换条件，达兰萨拉藏医院同意提供人力资源的需求。2020年3月1号，藏医院将在因帕尔的曼尼普尔国际大学总部开设分公司。曼尼普尔国际大学校长哈里库马尔博士在仪式上讲话时宣布，该校很快将在藏医药学及其他领药开设学位课程，并谈到与藏医院成立的合作关系时说：“我们今天的伙伴关系将为子孙后代建立持久的联系。当今世界对索瓦日巴的需求势在必行，必须加以保护。我们不仅需要保护这一珍贵的医药学，而且还要加快传播。”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白马央金于2月1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出席在温哥华西蒙佛雷西耶大学举行的国际教师教育印度模块10周年庆典，并在庆典活动上发表演讲。部长白马央金在演讲中谈到了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学校和社区中迫切需要实施的多样性教育。部长白马央金进一步赞扬了此次会议专注于教育的国际化，以及该项目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探索和体验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活和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2月2号，部长白马央金还访问温哥华藏人社区，并在当地藏人协会举办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藏人社区老一辈人的角色，尤其是父母在教育和养育年轻一代藏人儿童中的作用。部长白马央金在谈到身在西方的年轻一代藏人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逐渐丧失讲母语的习惯。因此，部长呼吁年轻一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藏人，并强调藏人父母可以给孩子的最大礼物是让各自的孩童在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学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